这几天的天气真无稳定，昨昨日花莲道山乡亲调离的这个受风体沙坡，因为当时天色暗昏，救援有困难。这个救援人员先用会当载重的空拍机运送衫裤甲粮食，先互因冻一暝，等到过工水较无遐错流，才马上来救人。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，看到民众的溪水是串流，恐惊无法度救援。好佳在受困的民众伫对岸，看起来无即时的危险。救援人员因此决定无要过溪，但是嘛马上启动空翕机。挂伫空翕机顶面的2个塑胶袋内面有放粮食，互受困的民众会当支机刷来，搁送这衫，还搁有布棚。因为救援人员决定来等甲过灯工，等水无遐救的时阵，才去救援。同仁就强行渡河过去，去找了一个比较适合渡溪的地方，我们就是把它引导到下游，让他们成功脱离危险。虽然等一天溪水也未恢复平静，不过伫救援人员的帮助，受困的3个人总算顺利渡溪，平安回来。 原本是用来勘载使用的空翕机救援的过程，摇身一变，变成是救命工具。救援人员嘛提醒最近的天气无稳定，若是无必要，尽量避免前往到山区。活动的时阵嘛，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，小心安全。